亞當夏娃嘅信望愛，作者黎玲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信者靠也係誒倚靠，係信徒倚靠神，亦都係丈夫倚靠丈夫，亦都係妻子倚靠丈夫。但係不同嘅地方就有下述嘅幾點啦。第一，神係創造宇宙萬物嘅真神，丈夫不過係一個結咗婚嘅男人。當然，神學至可靠，人類除咗夫妻關係並唔可靠之外，出外靠朋友，但係閨蜜都係只係從旁指導啫。生意合夥人都係會因利益而拆夥。第二，神制定夏娃同亞當嘅夫妻關係，乃係妻子要戀慕丈夫。點解唔講愛慕呢？點解唔單講愛呢？因為佢哋當時並唔知道咩叫愛。戀慕係一種類似上癮嘅東西，習慣咗依賴丈夫就喜歡依賴佢，上咗癮一樣。望者盼望係期盼將來會實現嘅事，係信徒嘅盼望同埋神同在嘅天堂，與神同在嘅天堂，亦都係一個丈夫背負家庭嘅責任，唔係好似亞當咁吃食禁果嘅時候，將責任推卸咗喺夏娃身上。兩者都有共同之處，亦都有不同之處。我哋睇一睇，第一點就係、神係創造宇宙者，當然可靠啦。佢嘅應許唔會落空，但係丈夫要負責任，只係一種心態，其實都係夫妻同負擔一個屋企嘅意思。第二，神應許信徒嘅歸宿係清楚明確，係我哋靈魂嘅去處。但係丈夫結婚所能俾妻子嘅承諾，只係盡力而為啫。愛者並唔係情愛，有愛，卻係耶穌犧牲自己十字架上面嘅愛，係神未曾教識亞當夏娃嘅嘢。神嘅啟示係漸進嘅，逐步領會。父母愛子女嘅心，除咗屋企人嘅親情之外，仲有心頭肉嗰種痛愛嘅不捨。難怪人類會稱呼神為天上嘅父，神愛世人就可見一斑啦。亦都難怪聖經中用夫妻嚟比喻神同埋教會嘅關係，有信望愛。信望愛之中，愛最實際啦。希望天下夫妻都領會，用溫柔彼此相待，用體力彼此參扶，用策劃彼此建立，同步走進呢個人生路。我反問自己，既然神依靠佢嘅形象做人類，神係愛，點解亞當同夏娃竟然唔知道愛呢樣嘢呢？亞當夏娃本來唔係夫婦，只係同類同伴，難怪咁錫身自保。一切都係在乎關係，或者我哋要好好咁樣與神建立正常嘅關係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我哋一夫一妻嘅婚姻。如果我哋能夠領略信望愛，我哋嘅夫妻關係必定會和諧融洽。多謝你俾我哋嘅聖經教導我哋信望愛，讓我哋能夠慢慢領略信望愛嘅真義。唔單止係建立夫婦關係，仲有人際關係。我哋要成為聖經道理嘅實踐者，獲得推動世界和諧嘅動力。感謝你用聖經啟示我哋信望愛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我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歡迎你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